歡迎大家參加香港科技大學本科生課程嘅網絡研討會。我係科大物理系嘅陳浩斌教授，我會為大家介紹理學院物理系嘅課程。香港有好多大學啦，咁科大有乜嘢特別嘅地方呢？科大其實係香港第一間研究型嘅大學。今時今日香港嘅大學都擁有好多嘅研究嘅項目，但係喺90年代嘅時候咧，香港科技大學成立嘅初期咧，科學研究喺香港其實並唔普遍嘅。當時香港科技大學個定位就係香港第一所研究型嘅大學。啊，咁到今時今日啦，科大已經係一間好國際化嘅大學，同全球頂尖嘅學者有好緊密嘅聯繫。咁科大亦都成立咗高等研究院啦，為世界頂尖嘅科學家同學者提供咗一個交流同埋互動嘅平台，進行同埋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相關嘅基礎研究同埋應用研究嘅。科技大學一共有800幾名嘅教職員工，大概1萬名嘅本科生同埋6800名嘅研究生，佢哋代表咗超過70個國家同埋地區。科大雖然年輕啦，但係已經獲得國際嘅認可。喺QS 排名當中咧，科大係位列全球第44位，喺亞洲就係第11位。喺其他嘅調查綜合排名之中咧，科大嘅排名都好高嘅，喺香港就係名列前茅。咁科大設有唔同嘅學院啦，物理學系係屬於理學院。理學院其他嘅學系包括咗生命科學啦、化學啦、數學啦同埋海洋科學。每個學系都有唔同數目嘅教職員、教學人員、本科生同埋研究生嘅。咁我哋今日討論嘅係物理學系啦，你可以睇到呢個表度，我哋有227名本科生。咁每年咧係大概有75名學生。我哋係將227呢個數字除以3，而唔係除以4。因為學生要到第2年先至進入學系嘅。喺第1年嘅時候咧，佢哋係理學院嘅學生，佢哋並未歸屬於任何學系。所以你呢度睇到1176呢個咧，就係我哋理學院學生嘅數目。咁通常選擇學系咧，係會喺第1年學期結束嘅時候，將會結束時候進行。咁我同大家介紹下我哋科技大學嘅物理學系啦。咁我哋物理學系一共有33位教授啦，佢哋都係喺一啲國際知名嘅大學度攞到佢哋嘅博士學位啦，例如加州大學啊、普林斯頓啊、同埋麻省理工啊等等。咁佢哋都享有一個世界嘅聲譽啦。佢哋有8位，大概1/4度係美國物理學院嘅院士。咁大家可能唔知道呢個院士係咩咩嚟㗎啦？其實大多數物理學家都係美國物理學會嘅會員。咁每年咧就大概只有0.5%嘅會員咧係會被當選為院士嘅。咁我哋有1/4嘅教授都係院士。咁佢哋有非常卓越嘅研究成果，我稍後會介紹一啲例子啦。咁我哋會盡心盡力咁培養同埋指導我哋嘅學生。咁科大物理學嘅研究咧，其實就涵蓋咗好廣泛嘅領域。我哋研究嘅領域咧，包括咗冷原子啦、光學同量子資訊啦、粒子物理同埋宇宙學。宇宙學咧，其實就係研究宇宙嘅起源、演化同埋最終嘅命運。右邊嘅係軟物質同埋生物物理。另外仲有凝聚態理論、統計同計算物理、凝聚碳實驗同埋先進物料同埋波功能材料嘅。如果你對呢啲領域有啲興趣咧，歡迎你哋訪問我哋嘅網頁，可以得到更多嘅資訊。
咁科大亦都設立咗好多研究中心同埋研究所，為我哋物理學系嘅教職員提供一啲研究嘅設施嘅。例如呢度你見到有納米科學同埋技術研究所啦，量子材料中心啊、超材料中心啊、營造態理論中心等等。咁我而家就講講物理學系嗰個課程啦。30年前我仲係一個中學生嘅時候咧，我同你一樣啊，我都要揀讀咩學科，我都喺香港讀中學嘅。咁我當時選擇咗物理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唔使背書。咁我哋嘅課程物理嘅課程其實唔單止係訓練物理學家，我哋仲訓練學生，令到佢具備有分析嘅能力，以應對社會各個領域嘅挑戰嘅。科地大學嘅物理系嘅課程係非常有彈性，可以照顧有唔同目標同學嘅需求。如果你打算喺大學畢業之後繼續讀碩士學位或者博士學位，想加入國內或者國外或者國內最好嘅研究院咧，我哋會為你提供嚴謹嘅學術訓練同埋研究經驗，為進一步嘅學習打好基礎。每年我哋都有畢業生被最優秀嘅研究生課程所錄取。當中有好多人都有好好嘅發展，有啲人亦都成為咗本身亦都成為咗教授。我哋大概有40% 嘅畢業生會選擇從事研究，咁其他學生咧就會加入社會唔同嘅行業。咁佢哋喺物理課程中學到嘅咧就係分析嘅技巧同埋解決問題嘅方法。OK，要喺科技大學得到物理學士嘅學位，學生一定要完成一系列嘅必修課程同埋一系列嘅選修課程。咁呢度有一啲必修課程嘅一個例子啦。呢啲課程就係每一個物理學系同學都一定要完成嘅，喺橙色嗰個框框度。佢哋包括咗力學啦、電磁學、量子力學、統計力學同埋一啲物理嘅實驗等等。咁下邊嗰個框框就係一啲選修科，咁選修科就唔係一定要讀嘅，你可以選擇讀或者唔讀呢啲科目。咁例子包括咗光學啦、材料科學、機械學習、量子資訊技術同埋醫學物理等等。咁如果要從香港科技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咧，所有學生都必須完成最少120個學分。咁你呢度見到物理學呢個課程咧，大概就佔咗120學分鐘之中嘅100個。咁剩低有20個學分，咁學生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咁對於我哋物理系嘅學生嚟講咧，一個非常受歡迎嘅選修就係嘅選擇咧，就係副修其他嘅項目。我哋大概有一半嘅學生都會選擇副修嘅。咁科大有好多副修嘅課程，有22個副修嘅課程俾大家去選擇。舉啲例子啦，例如有大數據技術啦、機械人啦、可延續嘅能源工程、電腦、商科、創業、精算、數學等等。對於一啲想要學習更多物理相關知識嘅同學咧，我哋有兩個選項，兩個 option，一個 track 同埋一個延伸主修。其中一個 option 叫做榮譽物理選項，佢係適合一啲對研究感到興趣嘅同學。咁呢個選項會為將來嘅研究提供咗更多嘅知識同埋更堅實嘅基礎。例如我哋啱啱睇過呢張呢度嘅量子物理quantum mechanics 呢度。咁所有物理嘅同學都必須完成量子物理量子力學嘅第一部分。咁量子力學有兩部分嘅。咁但係並唔係所有同學都需要完成第二個部分作更深入嘅學習。咁第二個部分嘅量子物理咧，就會係我哋 Honours Physics Option 呢個榮譽物理選項嘅一個必修課程。物理研究可以分為理論研究同埋實驗研究。理論研究通常需要其他嘅數學嘅技能。咁我哋呢個物理同數學嘅選項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Option 咧，就係對於對理論物理學感到興趣嘅同學為佢哋而設嘅。佢要求一啲額外嘅數學課程，例如複數同埋偏微分方程。而且而其他讀物理同學就唔一定
需要讀呢啲數學嘅課程。國際科研呢個 International IRE Track 就係我哋理學院嘅一個 track 啦。佢特別嘅地方就係佢保證到同學有機會喺國際大學中獲取研究嘅經驗。人工智能嘅研修主修Extended Maj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呢個係等學習物理嘅學生可以獲得更多人工智能方面喺創新同埋應用嘅知識。顧名思義啦，頭先講嘅選項係真係可以揀嘅，你唔一定要選擇其中任何一個。如果你淨係想讀物理好基本嘅理學士學位，而唔想參加任何選項，呢個係完全冇問題。咁除咗學士學位，物理學系亦都提供咗一個 minor 一個天體物理學同宇宙學嘅副修。咁佢嘅副修嘅課程咧，包括咗天體物理學同埋天文學導論啦、行星天體物理學導論、粒子物理及宇宙、大爆炸宇宙學同埋宇宙膨脹等等。如果你對宇宙學同埋粒子理論感到興趣咧，咁科大係你學習係一個好理想嘅地方，因為我哋會有一個特別嘅專家去教授呢啲課程，同埋一個特別嘅副修係提供俾學生嘅。咁為咗令我哋學生為嗰個就業市場作一個準備啦，物理係都專門為同學安排咗一啲實習嘅機會。咁呢度你見到幾幅圖啦嚇，係幾間啲同學參加咗一啲科技公司嘅暑期實習嘅一個機會。其中中間底呢一幅相咧係一間公司係製造顯微鏡，佢係想令到顯微鏡嘅分辨率超過咗可以達到顯射嘅極限。咁另外上面呢個就係一間公司利用超材料啦嚟控制噪音，去做一啲隔音嘅物料。咁喺右邊呢個就係一間製造磁力共振嘅公司，成像系統嘅公司。咁有一個同學係參與咗一個暑期實習嘅機會。右下邊呢幅圖咧，就係一個科大同學喺中學嗰度實習。我哋呢啲學生咧係有興趣成為中學嘅教師。咁我哋就會安排佢喺暑假中有啲實習嘅機會累積教導中學學生嘅經驗。咁對佢將來嘅事業咧會好有幫助。好多學生都會對香港以境外嘅大學交換感到興趣啦。咁理學生嘅交換學習咧，其實係由學院安排嘅。咁我哋理學院咧，其實安排咗一啲交換嘅計劃啦，係同一啲大學啦，你可以睇到呢度例如哥倫比亞大學康乃爾大學等等，有啲暑期交換嘅安排。咁早前我都提到我哋嘅研究包括咗粒子理論同宇宙學啦。咁呢度底下呢幅圖咧，就係我哋同歐洲核子研究組織 CERN 安排咗一啲夏季研究獎學金嘅。咁你都可能聽過幾年前啦，係物理學家發現咗上帝粒子啦。咁喺個 CERN 嗰個 Large Hadron Collider 就係就係發現呢個上帝粒子嘅地方嚟啦。咁我哋個機會咧，呢個機會其實係專門為我哋自己學生係香港科技大學物理系嘅學生而設嘅。咁每年我哋都會有同學去呢個雙嘅 Large Hadron Collider 去參與佢哋嗰個研究嘅機會。咁呢幅圖亦都係我哋學生進行其他一啲國際研究嘅例子啦。喺左邊呢幅圖係一位同學去到乜直法尼亞大學嗰度攻讀呢個研究生嘅課程。喺右邊幅圖係一個同學係參與咗同一個物理係諾貝爾獎得主嘅一個研究嘅經驗咯。咁下邊呢位同學咧就係參與咗一個叫做LIGO 係激光牽涉重力波嘅天文台。
佢係一個好龐大嘅國際研究合作嘅團隊啦。佢嘅目標係測量呢個重力波嘅。咁我哋物理學系咧，其實好鼓勵本科生都參與研究。咁我哋設立咗一啲研究嘅獎學金，俾一啲研究成果優異嘅本科學生。咁同埋，如果我哋嘅學生取得一啲好嘅優異嘅研究成果咧，我哋會鼓勵佢參與一啲國際會議啦。咁我哋係會有啲travel grant 會提供俾佢哋住宿同埋交通方面嘅資助。嚇，以下係我哋呢張圖啦，就係我哋一啲近期畢業生喺畢業後嘅發展啦。咁上邊第一位同學咧，佢係我哋國際科研啊 IRE track 嘅一個畢業生啦。仲有一個數學嘅 additional major。咁佢係而家係一個喺德國做一個攻讀緊博士。下邊呢個係另一位同學，咁亦都係一個 IRE track 嘅。咁佢就係喺賓夕法尼亞度大學嗰度攞到博士啦。咁而家就喺普林斯頓大學係做緊博士後。咁喺右邊呢位同學咧，係我哋碩士嘅畢業生。咁佢而家係管理一間科技公司啊。頭先我都有提過呢間公司係做一啲防止噪音嘅物料嘅。我哋畢業生畢業後發展嘅分佈啊，呢度係咁你喺左邊幅圖啦，可以見到橙色嗰橛咧，就係其實有一半嘅同學，接近一半同學咧都係選擇繼續升學嘅。咁另外嘅學生啦，另外嘅同學咧喺右邊嗰度啦，佢哋會加入社會唔同嘅行業包括咗教育啦、工程啦、銀行啦、金融啊，同埋銷售等等嘅。咁呢度亦都同大家介紹一個綜合學士同埋碩士嘅課程。啊，咁佢特別嘅地方就係其實一個即係讀完學士再讀碩士嘅一個課程啦。佢哋呢個 pathway 呢個呢種方法咧，就係可以喺同學可以喺本科4年級之前就俾一個碩士課程所以錄取啦。咁嘅好處咧就係你可以提前學習碩士嘅課程啦。同埋可以將學分轉移到你本科讀嘅碩士課堂嘅學分轉移到碩士課程嗰度，同埋亦都有可能攞到碩士獎學金，碩士課程嘅入學獎學金嘅。咁我哋有啲畢業生都會選擇我哋呢個綜合學士、碩士嘅課程啦。咁喺物理學系嘅學生嚟講咧，其實佢我哋最有關係嘅就係呢個叫做 data-driven modeling 呢個綜合課程。咁呢個係一個數據建模嘅一個課程啊。咁個學生就喺課程之中都係通過實際嘅操作啦，分析大量嘅數據嚟到提取其中一啲好重要嘅特徵。咁我哋有啲有啲物理學系嘅學生咧，都會係繼續係當佢畢業嘅時候參與呢個綜合嘅課程。咁其他就係物理同數學系嘅同學，亦都可以係參與呢啲課程啦。同埋有另外嘅呢啲綜合課程，就係Mathematics for Educator。OK，咁我講嘅嘢都到達尾聲啦。咁樣我哋嘅資訊日科技大學入學嘅資訊日咧，將會喺11月1號舉行。咁如果你有興趣喺科技大學學習，請你使用下邊呢個連結去嚟到註冊。咁最後我多謝你哋參加今日嘅網絡研討會啦。相信你今日你哋對我哋物理學系嘅課程
有一啲更深入嘅了解。咁我期待我哋將來可以喺科大校園裏邊可以見面。咁我